各位街坊，你好，歡迎返嚟 New York and You Cantonese。終於等到啦！由2026年2月7號開始 ，Build 2.0正式全面生效。之前大家都話這張卡係租客神卡，但我哋做業主嘅就得個恨字。今次 update 最大的亮點就係連供樓 mortgage 都可以處分啦。無論你係住 house 定係 condo， 只要你有 mortgage， 你就有機會賺分。不過今次改版之後，個玩法變得非常非常複雜。如果你唔小心揀錯 option， 分分鐘賺少好多。今日這條片，我會用5分鐘時間同大家拆解 Build 2.0嘅新卡種，2個最難明嘅處分 option， 同埋作為紐約業主點樣利用呢個機會賺盡每一分。記得睇到最後，因為我會教你點樣避開陷阱。首先講下卡種，以前得一張卡，而家分咗3級。第一張係 Blue， 呢張係免年費嘅，大部分舊用戶都會自動轉落呢個 tier。如果你只係想簡單處分，這張其實夠用。第二張係 Obsidian， 年費95美金。第三張係 Palladium， 金屬卡，年費要成495。咁貴有冇用呢？如果你係追求高級旅行福利，或者你每個月供樓條數好大，高年費卡可能會俾到更高嘅回贈上限 cap。但對於普通家庭，用免費嘅 Blue 卡入門先係最穩陣。好啦，戲肉嚟啦，這部分大家要留心聽，因為 Build App 會叫你二選一。Option 1叫做 Housing Only 模式，個邏輯係多勞多得。你平日用這張卡買餸、食飯、搭車，即係 non-housing spend 越多，你交租或者供樓個賺分 rate 就越高，最高可以去到 1.25x。舉個例，如果你每個月供樓3000元，但你這張卡平日只係擺喺度唔用，你可能只係賺到好少分，例如 0.25x。但如果你將所有日常消費都集中喺這張卡，你供樓個3000元就可以賺足1倍甚至 1.25 倍積分。適合邊種人？適合會將 Build 做主卡 Daily Driver 嘅朋友。Option 2叫做 Build Cash 模式，個邏輯係現金為王。你平日簽賬會賺取固定的4% Build Cash， 這4%係現金回贈嚟㗎。然後你可以選擇用這筆 cash 去買返 housing points。適合邊種人？適合數學唔好或者唔想煩嘅人。你唔需要計住每個月簽夠幾多錢，總之簽幾多賺幾多。講返我哋紐約業主，大家知唔知點解以前我哋唔可以用信用卡供樓？因為銀行會收3%手續費嘛。如果我供3000元，手續費都要成90元，儲埋啲分都唔夠俾手續費啦。但 Build 最強嘅地方係，佢會俾一個 routing number 同 account number 你。你只要 log in 你供樓嗰間銀行，例如 Chase、Wells Fargo 嘅 mortgage portal， 將 Build 當成係一個 checking account 咁輸入入去。銀行扣數嗰陣，以為係扣緊銀行戶口，所以完全冇手續費。但實際上 ，Build 會係你張信用卡度扣數，這就是無中生有賺分嘅方法。
記得一定要喺 App 入面 set up 好個 mortgage account 先好用啊。總結一下，如果你係紐約業主，記得即刻去 App 啟動 mortgage payment 功能，唔好浪費每個月幾千蚊嘅供樓數。至於揀 option 一定 option 2，我建議大家先睇下自己每個月平日開支大唔大。如果這張卡你只係打算用嚟供樓，平日唔會點用，咁可能 option 2或者直接保持最 basic 嘅狀態會比較安全。如果你想深入研究點樣換機票最抵，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如果你有任何關於 Build 2.0嘅問題，或者 set up 唔到，歡迎喺下面留言，我會盡量答大家。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俾身邊有樓嘅朋友。下條片見，拜拜。